大家好，又嚟到一周嘅市場熱話。今日咧都有三個主題咧帶翻俾大家。第一樣咧就係咧內銀咧終於獲得咧財政部嘅注資啦，分享翻個睇法。第二樣咧就係咧美國聯邦政府咧就係持續削減翻個開支啊嘛，咁啊對於 IT 企業嘅一啲影響啦。咁啊最後嚟講咧，想同大家咧分享翻咧歐洲經濟嘅睇法嘅。咁啊，見到咧財政部咧，終於咧就係咧嚟緊咧注資咧5200億人民幣咧，去內地嘅4間嘅內銀啦，包括嚟講就係中國銀行啦、建設銀行同埋交通，再加上咧就係郵儲銀行嘅。咁呢方面嚟講咧，見到咧就係個發行嘅個 A 股嘅一個發行價咧，其實會比咧上日嘅內銀收市價咧會高咧，大概就係8.8%啦，至到21.5%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其實見到注資啊嘛，市場都會擔心翻，究竟會唔會內銀出現啲問題咧？不過暫時嚟講一個睇法咧，就係咧暫時個內銀咧，其實個整體經營情況咧，都未話太過出現一個太大問題啦。咁啊，最主要注資嘅原因咧，就係而家嚟講咧，內銀嗰個資本充足比率咧，其實就係唔足夠嘅。要知道咧，如果要增加翻個放貸嘅話咧，其實咧就要起碼咧個資本充足比率咧有所提升咧，先至可以加強翻啊嘛。而家嚟講咧，內地政府當然咧一路嚟講咧就希望加強翻個放貸啦，希望咧增加翻對一啲科技企業嘅一啲信貸嘅投放啦。咁呢方面嚟講咧，注資嚟講咧就有助翻咧內銀嗰個放貸嘅能力，所以咧整體嚟講咧都算一件係一個好事嚟嘅。不過咧要留意翻咧，始終嚟講近排短期咧港股都有啲配股集資潮啊嘛，市場都擔心翻嚟緊咧有一啲內銀又獲得一個注資嚟講咧，會擔心咧個市場資金咧會被抽乾。不過一要知道咧，今次嘅注資咧其實係發生喺內地個方面。咁啊，對於香港市場嗰個方面嘅環境咧係冇影響嘅。咁啊，港股短期嚟講咧都係擔憂翻呢啲關稅啦，同埋一系列嘅一啲民企啦、大型嘅一啲集資潮咧，所以令到個投資處於一個觀望嘅啫。只要相關嘅消息咧慢慢咧就係消化咗咧，其實港股嚟講咧，中長線咧都依然咧係有個唔錯嘅一個走勢嘅。咁啊，第二樣嚟講，當然咧就係美國聯邦政府積極咧都削減翻啲聯邦嘅開支啊嘛。咁啊尤其是咧就係咧呢個今週嚟講咧，亦都咧Elon Musk 咧嚟緊將會5月底咧就係辭退翻咧美國嘅政府效率部嘅一個特別顧問嘅職位啦。咁啊預期嚟講咧，應該可能咧之前嘅一個1萬億聯邦嘅一個開支削減嘅目標咧，睇下咧會唔會咧就係如期完成啦。不過始終咧削減翻啲開支，市場都擔心翻一啲美國嘅軟件嘅應用嘅企業咧，咁會唔會因應翻個聯邦嘅開支削減咧而有所咧就係減少噶嘛？不過咧暫時嚟講咧，始終睇到一啲報告咧，就係咧一啲美國聯邦嘅開支咧，其實佔一啲美國嘅 IT 嘅企業咧開支咧，大概咧都係10%左右。其他嚟講咧，有90%咧係其他啲民間嘅企業嘅開支所提供嘅。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其實咧對於咧就係美國嘅一啲軟件嘅開支咧，其實就係影響咧十分之有限。不過咧，如果要揀嚟講咧，要揀一啲美國嘅軟件嘅一啲應用股咧，首選嚟講咧，都會揀一啲網絡安全嘅一啲股票啦。包括嚟講，可能就係一啲 Cloudflare 啊、CrowdStrike 等等呢兩間嘅企業。要知道咧，而家嚟講網絡安全同埋個 AI 嗰方面嘅未來嘅應用嗰方面咧，其實有個互相依賴嘅一個動作嘅。要知道咧，AI 背後要處理好多大數據啊嘛，呢方面嚟講咧，都需要咧一啲網絡安全咧嚟保障翻個數據嘅方面嘅。所以嚟講咧，呢方面咧 AI 外嘅安全應用嘅軟件咧，目前嚟講咧就會係相對首選一啲啦。最後嚟講咧，想同大家就係分享翻咧一啲歐洲經濟嘅睇法。要睇實翻咧，就係今個禮拜咧，3月份咧，其實咧歐洲嗰方面嘅通脹咧，亦都回落到去2.2%嘅一個水平，就比歐洲央行嘅2% 嘅目標咧就係接近㗎啦。咁之前嚟講，德國嘅一個3月份嘅通脹咧，亦都係按年性嘅升幅咧回落到去咧就係2.2%個水平啦，亦都接近翻佢旗下嘅一個目標嘅。
咁啊，要睇到咧，其實而家咧德國嘅一個企業嘅信心指數咧，亦都有所改善啦。包括嚟講咧，就係之前咧德國政府咧就係容許咧提振翻一啲經濟嘅措施咧，包括就係一啲財政嘅一啲刺激嘅方案啦。呢方面咧亦都提振咗德國嘅一個經濟嘅。而家嚟講咧，其實市場最擔心嘅咧就係美國嘅關稅政策咧對於歐洲德國企業嘅一啲影響啦。要知道咧，德國嘅尤其是汽車方面咧，出口到美國咧都佔咗2成。一旦嚟講美國實施翻個關稅咧，其實對於德國嘅一啲經濟咧都有短期嘅一啲陣痛嘅。不過咧，整體嚟講，中長線嚟講咧，當個德國嘅一啲企業信心指數回升啦，通脹又回穩翻啦，再加上有啲財政措施嘅刺激之下咧，其實歐美股市裏面咧，可能咧德國嘅呢個股市咧有機會咧就係跑出翻嘅。咁我今週嘅市場熱話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亦都你申報翻咧會有持有上述提及嘅股票嘅。下星期再見，拜拜。